这几档台北市的人口流失率真严重，统计显示讲，到这个月底，台北市的人口可能剩无到250万人咯。有卖厝的中人是指出讲，因为交通真利便，即马有真侪人是住伫新北市桃园，逐工就通车去台北上班。都会区真便利，不过高厝价、高物价，互真侪少年人有苦讲袂出来。台北市当面临人口流失的社会难题。我有听说一些人是会买在林口，每天通勤就要花比较多时间。其实不是说想要买蛋白区，是因为买不起蛋黄区。可能一餐都要100多都要吧，那可能比较贵的，可能聚餐都要300-400。如果想要家里大点的话，我是觉得花点时间是可以啦。这是来回总共1个小时，我是觉得还 OK 啦。民众坦白讲，无论是买厝或者是税厝，精华区的厝价拢互人袂堪得，甘愿用时间换空间，换更较好的生活居住品质，加上捷运系统真方便，真侪民众选择住伫厝价较低的新北、桃园，才个透过通勤到台北市做头路。可以看得到蛋白区，比如说新北、桃园、基隆的这些区域，提供了房价相对比较低，而且比较好的选择。那这也促使很多的北市市民他往外去做移动，因为整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便利，所以加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根据统计，台北市去年12月份人口数有回升到251万1886人，今年1月份又搁降到251万1291人，所落来逐个月拢减。上新的一届是8月份的人口数250万2093人。若准按照最近半年外减少的程度来看，台北市总人口数上近9月底或者是10月份就降到250万人以下。市长有指示说，比如说针对我们的青年的住宅，那我们怎么样实际减轻年轻人居住在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的负担？台北市府副发言人李正宪表示，市府长期追踪关注，定期每3个月找外部的专家学者，召开人口对策委员会研究因应的对策。最近会召开上新一届的会议，按算伫已经有的陆生、助养、好大等政策成果之上，也探讨优先市件的一场，佮老人相关措施等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